休熱期間，真儕人去到日本的九州觀光。就目前所了解的，台灣的觀光團佇日本是攏真平安。業者也講呢，這行程會繼續照路線小可調整。因為這新本機場國際線昨暗已經開復了，中晝開始已經有旅客登來到台灣。爆炸的時候，講到地動了後，商場盜火的時陣，旅客也是真驚嚇。不少人因為地動了後，第一時間機場關起來，飛機機組取消，無法度登來台灣，趕緊找旅館。一直到半暝，看到福岡有增加班機，想要去福岡坐飛輪機，煞無車通好坐過。自己要想辦法到福岡去。對，可是沒有辦法到福岡，所以我們一沒有大早交通工具。我們這邊客難拖着行李，就是就地找了5、6間飯店，大家都跟我們說客滿。外面的扛棒那一些招牌，都掉下來了，然後天花板也掉了，然後很多警察跟救護車在那裡。地動的時陣，有旅客當咧公車頂，害甲真厲害。市區的警報聲直彈，加載人攏平安。新本機場二倍重新啟動了後，又一擺大量的旅客。旅遊業者估計，取消的航班差不多2天內會當消化了。我現在在熊本的上通商店，結果整條街能夠有開的店家也不多。觀光署掌握到目前佇咧九州的台灣旅遊團攏平安，旅遊業者指出，後續出團未受到影響，不過景點甲路線可能會調整。部分的一些橋樑或者一些部分的道路，可能有一些受損或檢查，必須要去找其他的替代路線，那也許會去影響到整個交通的時間。大家地佇咧新本一廠生產線差不多200外個機台。地動了後，經過校正檢驗，才會當佫復工。估計這個地動造成差不多4萬地12寸情緣損失，客戶包括車用的、甲工業用的等等。雖然會當透過保險理賠，不過後續也是要關注對利潤的影響。因為半導體廠影響會比較大，像它有那個石英爐管哦，那個有時候很容易被震破，那個應該都很小。因為一般的工廠地震除非房屋毀壞。經濟部嘛發聲明，講其他的台廠，包括研華、台達電、優坤、東家機車等等，攏有通報人員平安，廠區的營運暫時無影響。另外，半導體製程的消磨品之一，石英爐管的供應商中越，嘛講目前石英爐管的情形無問題。針對這個新本地動，消防署搜救隊已經提名，日本也有提出協助的需求，台灣搜救隊會當佇咧4點鐘來出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